续来看台中，连几啊天落大雨，搁来做大水，一个邮差透雨送批，无小心连人带车摔落淹水的田底，差一点来渡水。人平安爬起来了后，开始来救批，伊甲200外张20公斤重的批件全部救起来，刷落来，毋是转去厝休困哦，是甲这批件总摕转去邮局，用吹风机吹雨大，然后甲这批信。一封一封送去互人，这个敬业的精神，互大家真懊恼。邮局嘛要甲记嘉奖。因为淹水无注意到田甲道路交界，连人半车摔落田的邮差陈志明，和机车到边仔徛家，但是无要休息，是要清点，真无简单才救得来批。先把那个树带先拆掉，然后用拉的拉到马路，然后再。整个提到那个民宅那边，因为浸水上久，批不是连做伙，就是破去烂去，无法度分辨收件人的地址。伊将批件搬倒来邮局，摕吹风机将200外封吹好大。有30几件的那个挂号信，那回来先处理挂号的部分，先摊开，然后用吹风机吹干。那稍微干了就先清点，哦，那大概就 OK。然后就是。平信的部分就请同事，因为同事帮忙摊开，然后帮忙吹这样子啦。伊嘛伫过灯工中头进前，将所有批件拢顺利送到收件人的手内，人拢已经摔落田里啦。若是无要求要请假休息，所以顶头真坚持伊的敬业精神。若是得到民众的称赞，邮局嘛决定该嘉奖。